珠互你知。无讲你唔知，金珠互你知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珠。那我若做人咧，好的物件我就希望伊人 double 来。比如讲我同人讲的啊，双喜临门 double happiness。但是咧，若是讲有淡薄物件吼，就无希望伊 double 来啦，就是 double 拍。你知影啦，马来西亚吼有淡薄地方咧，卡拍又少，人又多吼，找袂到车位的时阵咧，大家就逼不得已爱 double 拍啦。那伊个拍车人就方便啦，但是其他人就真正麻烦咯。像有一天吼，我赶时间的时阵哦，拄好就拄到这个 double 拍的情形啊。哎呀，安怎无人来的啦？啊，这偌死人咯，还没人会车啊！哎呦，搁无留电话号码啊，真是气死人！气死人！气死人！气死人啊！喂，你做咩偷我的车？哎呦，等一趟我会死咩？哎呦，就是你的车打了我的车咧，搁安尼大声哦！我好你安尼久，你是不要出来是无？哎呦，人都要做 massage 嘛，massage 一般安尼爽，安怎做 massage 安尼爽啦？你是不要留电话号码的是无？我有留啊，何方车走尔吗？哈，何方车煞去哦？这方是开门的是无？这是骗翔啦！我的纸放伫外口的吗？真的是哦，放外口吼，我看你吼，真的是啊，死阿囝耳嘴皮啊，上伤心你啊！哎呦，安款你是安怎？我咧就要你马上退车，搁有啊，甲我讲 sorry。OK 啦 ，sorry 啦。新鲜拍过有时错，骹步踏错啥人无？哎呦，想袂到你粗鲁鲁安尼款哦，搁并有墨水哈。哎呀，好啦，加话减讲啦，甲我退车啦，赶时间啦。啊，好啦，歹势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我知影啦，在马来西亚咧，有时吼爱double拍真是逼不得已的。但是咧，常咧会记哦，将你电话号码留伫车内面。安尼看咧，互你打了车的车主，就会使打电话互你联络你，叫你来退车嘛。搁有啊，对着这个double拍情形的时阵呢，千万呢，我来脾气个 EQ 吼，爱控制一下。像看我安尼款，头先款完全哦，我都无发脾气嘛，对无？但是奇怪吼，我那个大水查某吼，每来来double拍在我车头前，爱打了我的车的。啊，我知影了，下摆吼，我将我这金珠的水上咧，水大张放在我的车头，大家咧问你我是金珠的车吗？就唔敢打在我头前，double拍在我的头前咯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啊，又水又聪明啊！好啦，金珠，你知你就到这为止啦，下个礼拜会去准时收看哦，拜拜，我走啦。哈，又互人double拍打了，哈，又是这辆车，真的是气死人！喂！死阿囝耳嘴皮，就是讲一款人哦，明明就做错了，佮偏偏讲家己是做对的，真的是强词夺理啊！新鲜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错啥人无？你看，做事呢吼，可能有做错代志的时阵，佮别人讲我来是款做人的咯，真的是人谁无过啊！